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美股財經大事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6年5月15號嘅美東時間下晝5點。今日美股三大指數全線插水，道指跌超過1%，實際跌1.07%，標普跌1.24%，比港嘅1%仲要深，納指更加跌1.54%，跌幅都幾傷。原因好簡單，就係通脹升溫同埋美債息狂飆。尋日先至升到嘭嘭聲，今日就即刻散水，科技股首當其衝。事源本星期公布嘅 CPI 同 PPI 都高過預期 ，CPI 去到3.8%，PPI 更加勁，升到6%，係2022年尾以嚟最高。呢個數據搞到市場擔心聯儲局唔單止唔減息，仲可能要加息。30年期國債息率突破5.1厘，直接壓住高估值科技股，所以半導體板塊跌得最甘。費城半導體指數大跌超過4%，實際跌4.02%，英特爾跌6.18%，美光科技跌6.62%，兩隻都跌超過6%，AMD 同亞斯麥都插超過4%，中概股都冇運行，納斯達克中國金龍指數跌3.4%，不理跌超過9%。睇反個別股票，英偉達尋日仲創緊歷史新高，今日就跟大隊跌超過4%，實際跌4.42%。不過微軟就逆市升3.05%，因為有知名投資者亞克曼透露建倉咗呢隻股，撐住股價。新股 Cerebras Systems 上市第2日就回吐，今日大跌10.08%，波幅好大。展望聽日，市場焦點會落喺下星期英偉達嘅業績，呢份嘢係 AI 需求嘅寒暑表，好大機會主導後市走勢。另外，新聯儲局主席沃習嘅言論都係關鍵。總之呢排個市好飄忽，大家小心啲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淨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